大家好，好開心嚟到自入呢個時間，我係華夏 Game 嘅 Chris。咁最近啦，港股市場比較波動，原因就係美伊局勢咧，令到環球咧，無論係債券或者係股票咧，都有比較上大嘅動盪。咁今日第一個環節咧，就會同大家講下，到底美伊局勢係去到邊個階段，點樣影響港股？咁而港股升同埋跌嘅情況下咧，我哋到底部署咩板塊？咁第二個就係生物科技板塊，琴日都有一個好大嘅升幅。咁到底而家生物科技板塊最新嘅持股名單係咩嘢？咁陣間會同大家分享下。咁最尾都會講下我哋月收息嘅一隻ETF 同埋策略咧，最近有啲咩 update？ 咁另外如果講話一個美伊嘅局勢啊，咁其實咧而家就係當油價升到120蚊嘅情況下咧，咁其實好明顯見到就係美國政府或者特朗普啦，咁其實係好擔心係油價升到120蚊咧，係會影響美國嘅經濟嘅。咁點解咁講咧？係因為如果油價一旦喺100蚊或以上嘅水平一段時間咧，咁其實佢就會影響成個美國經濟嘅通脹。咁通脹就會影響入邊嘅貨幣政策，咁而貨幣政策咧就會同之前特朗普一直好想係減息，令到聯儲局係會變成唔減息同埋加息。咁所以啊，係當美伊戰爭啦，咁其實特朗普就最唔想見到嘅就係美伊嘅局勢令到油價上升。咁而當油價升到去120蚊嘅情況下咧，咁其實好明顯見到美國政府入邊咧都係一個比較上大嘅轉向，同之前咧一直話要攻打到之後咧，其實態度都係軟化咗嘅。咁如果我哋睇成個打仗局面啦，咁我哋嘅框架咧就係當件事打幾耐同埋影響有幾深啦。咁如果件事咧係打超過1個月嘅，咁大家就係要比較上係謹慎啲。咁而且如果局勢不斷咁升級，加上打仗係會影響到一個主權國家嘅一個優勢，譬如話美國打伊朗，咁會唔會影響到美國本身入邊嘅經濟？咁呢個反而係我哋投資者係最擔心嘅事件。但係如果我哋睇而家美伊局勢咧，咁佢又好可能就係會係變成俄烏戰爭嘅一個局面。俄烏戰爭咩局面咧？就係當佢一開始打仗，對於全球嘅衝擊好大，咁但係時間越長之後咧，對於成個經濟又或者係股票市場咧，其實都係冇一個好大嘅一個衝擊嘅。咁呢個咧令到我哋覺得就係今次美伊嘅事件咧，其實最差嘅時期已經過。咁落翻去我哋投資嘅基本面啦。如果落翻去投資基本面咧，我哋依然覺得咧係嚟緊嗰半個月至1個月咧，指數依然係會好波動。咁但係指數咧波動嘅情況下係唔會跌穿之前嘅底部。咁所以啊，有個投資策略就係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就係如果當一旦個股市係跌嘅情況下咧，咁建議大家就可以買翻啲係科技股，又或者係醫藥股。咁但係當個股市升翻上去嘅情況下咧，咁大家應該就要沽翻啲科技股，而買翻啲石油股做對沖。咁個原因好簡單，就係因為咧而家如果睇科技股咧，其實成個板塊睇個估值咧係依然係5年嘅新低。咁而且咧成個科指咧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資金咧係擺落去成個科指市場。咁但係受住情緒嘅影響啦，所以令到咧成個科技嘅市場咧有個好大嘅波動。咁如果當個股市啊其實升同埋跌咧，我哋係唔清楚。咁但係我哋最大嘅判斷就係覺得唔會差過之前嘅低位。咁而且咧如果係跌嘅情況下咧，都係比較短暫，反彈幅度好大。咁所以而家咧，咁大家可以趁住呢個波動市咧去進行啲投資。咁如果跌落嚟嘅話咧，咁我哋依然係覺得咧幾隻優質嘅 AI 股係大家可以係去部署嘅。如果跌落嚟，咁大家就可以買騰訊啦，因為騰訊今年咧 AI 嘅新聞咧會好多，咁而且咧佢會有好大嘅着墨，到底騰訊點樣可以透過 AI 去進行一個嘅收入嘅新嘅來源。咁另外另一科技股就係網易啦，咁網易一直個業績增長都係幾厲害，咁而且科技股入邊啦，咁其實佢基本面都係算唔錯。咁另外阿里巴巴就係一隻比較上大嘅一隻beta 股，咁所以阿里巴巴就佢嘅基本面冇特別係向好或者向壞，咁佢純粹係一個科技股指數嘅一個龍頭。咁所以如果個股市真係好似係之前咁大跌嘅話咧，咁建議大家就可以買翻少少嘅騰訊又或者網易。咁阿里巴巴就係比較上係低波動，咁個下行風險都唔算好大。咁但係一旦個市場係反彈嘅話咧，咁建議大家就係買翻啲石油股啊，去進行一個對沖。咁呢個投資策略咧，我覺得擺喺而家美伊嘅局勢
令到個指數咧依然係比較上係波動，同埋唔會跌穿個底部嘅一個假設嘅情況下咧，係一個比較上係踏實啲嘅一個投資策略。咁另外好多投資者問啦，就琴日醫藥板塊都反彈咗好多，咁特別係康方生物啦，就升咗超過10%。咁到底我哋點樣睇醫藥股嘅一個投資，同埋醫藥股有冇啲咩清單可以同大家講呢？咁好坦白講，我哋覺得康方同三生製藥呢兩間公司咧，依然係有好多數據出，咁但係成個醫藥板塊咧，未必最好咧係呢兩間公司，原因就係一嚟佢個市場嘅炒作已經係差唔多係可能完成。咁另外佢入邊嘅產品，譬如話隻最勁嘅抗癌藥 PD-1 同 VEGF 咧，咁呢個其實佢比較受喺臨床數據嘅一個波動去進行影響嘅。咁所以如果大家係要撈底揸比較中長時期嘅話，即係譬如揸1個月或以上咧，康方同埋三生製藥未必係一個好優質嘅選擇。咁但係如果係今年咧，我哋繼續睇醫藥嘅板塊嘅原因就係我哋覺得今年大家撈底咧，依然可以撈醫藥股。原因就係因為咧，當恆生科技指數喺第一個季度大跌，係成個嘅市場嘅風氣都係變差嘅情況下咧，成個嘅醫藥板塊咧，佢嘅盈利係唔單止係上升，而且咧佢入邊向外授權嘅交易咧都係上升緊嘅。咁所以一個好嘅板塊，只係受住市場嘅風氣而下跌咧，咁呢個撈底咧反彈嘅力度咧其實係有嘅。咁如果醫藥股入邊啊，咁大家揀邊嘅隻特別好咧？咁我哋覺得藥明生物、藥明康德咧，呢兩間公司嘅數據依然係唔錯。咁所以呢兩間藥明系公司咧，咁藥明康德咧就係一個比較好嘅一個首選。咁如果揀醫藥股嘅話咧，都係揀啲龍頭股，譬如話係百濟神州同埋恒順醫藥。咁呢兩間公司應該係而家醫藥股板塊入邊基本面係最好。咁如果大家係想撈底得嚟又唔想揀股嘅，係當市場下跌嘅情況下，除咗可以買恒生科技指數之外咧，亦都可以買醫藥股嘅ETF 啦，即係如果全港最大嘅就係我哋公司嗰隻3069啦，就係全港最大嘅醫藥股 ETF。因為個角色好簡單，今年咧成個醫藥板塊咧個基本面向好，只不過係而家成個市場風氣係未配合到。但係如果當第二個季度成個市場風氣向好嘅情況下咧，醫藥股嘅升幅咧，往往佢嘅彈性咧係大過恒生科技指數嘅。咁所以醫藥股咧依然係大家要留意嘅板塊。咁另外咧，最後亦都係講下大家現金嘅頭寸啦。咁建議大家就係而家當市況都比較波動嘅情況下，咁建議大家就係揸翻15%至20%嘅現金咧，係會比較好啲。咁當市場下跌嘅情況下咧，可以揀翻我哋啱啱所講幾間基本面比較好嘅公司去撈底。咁但係如果大家係一個比較上中長線嘅投資者，係未必成日做交易嘅話咧，或者係覺得個波動係接受唔到咁大，咁大家可以買翻啲收息股，譬如話我哋呢隻3145啦，我哋華夏月派息，每一年咧就派8%嘅3145嘅收息股 ETF， 咁樣都係新嘅 update。咁我哋咧3月份咧就會有一個新嘅一個持倉會進行嘅，咁而且咧我哋入邊嘅指數咧依然係可以派到好高嘅股息。咁同埋咧，如果揸住3145嘅朋友咧，下星期3咧就會收到我哋今個月嘅一個股息，咁係每一個單位咧就係0.1港幣，咁0.1港幣咧係高過過去幾次嘅派息嘅。咁所以3145係無論係市況係比較波動，資金係都係依然追捧翻成個亞洲市場，同埋大家係俾我哋比較上主動嘅揀高息股，除咗要派高股息之外，亦都係要下一年同埋預測派息率咧係一定嘅水平先至會係我哋3145揀嘅一間公司。另外就係我哋揀嘅公司咧，除咗派高股息之外咧，亦都係要有一個高嘅盈利能力。譬如話我哋呢隻咧就今年好成功，就揀咗一個中遠海運1138啦，咁今年就升咗大概係90%，亦都貢獻咗3145%3%嘅一個回報。咁另外我哋亦都係幫大家買咗韓國市場嘅一啲股票，買咗韓國第二大嘅保險公司。咁另外如果係新加坡嘅話，我哋亦都係有揸星展銀行等等嘅大型嘅一啲跨國嘅國際性嘅銀行股、電信股同埋一啲嘅收息股。咁我哋用呢個方法去收息咧，應該係會比較上穩陣啲。而且我哋做個 backtesting， 如果市場係大跌嘅情況下咧，我哋呢隻嘅波動率同埋最大回撤咧都係低過主要嘅指數嘅。咁所以大家就可以喺而家，如果係比較上中意做交易嘅投資者，咁大家可以趁住而家呢個波動市咧，喺市場上升咗上去，就可以買翻啲石油股。
跌咗落去就沽啲石油股去買翻啲嘅科技股或者啱提到嘅生物科技股。如果係現金嘅話咧，就揸15%至20%係比較恰當。咁如果係唔想做咁多交易嘅，咁個月收息3145咧，呢隻就除咗可以賺息，可以賺埋價，同埋買呢隻 ETF 去收息咧，係唔需要交印花稅嘅。咁今日嘅分享到呢度，咁有任何問題可以下邊留言嘅。咁多謝大家收睇，拜拜。